女篮赛程公布，龚鲁明所选的首发5人组充满潜力，具备了夺冠的实力。王思雨、韩旭稳居球队核心位置，身高优势出众的韩旭在内线拥有绝对控制力。后场的王思雨攻防兼备，串联调度能力出众，二人默契配合，总能打出令对手难以防范的战术进攻。除此之外，后卫杨舒雨赛场表现亮眼，前锋张如、黄思静各司其职，整套首发框架完整均衡。不少球迷认为，凭借现有阵容，球队有机会全力以赴，向赛场胜利发起冲击。同时，也有不少声音提议，倘若主帅龚鲁明能够重新召回李梦，队伍整体战力势必还能再上一个台阶。而关于李梦的话题，近期在体育圈内引发巨大热议。此前，李梦官宣成婚，另一半是前女篮助教张龙。消息传开后，大众并未满是祝福，反倒争议质疑层出不穷。过往的舆论风波再度被网友提及。